请收看台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繁华的都市，霓虹灯闪烁，就场的音乐响起阮的身边。虚情点胭脂，假爱孤孤甜，只有寂寞无看见。一蕊红玫瑰，一杯威士忌，就场的戏花围伫阮的身边。明知是虚伪。不愿来离开，因为孤单愈想着你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，无药通医。啊，不知影思念你原来是一种滋味。酒啉好醉，饮好伊时时昏昏去。上界重要的，来写出你有前科啊案底无？而且你有前科，是不是都无要采用？迄是当然的，我无需要自找麻烦啦。那是安尼，你是安怎无开口甲我讲？有前科案底都无要采用，佮写啥物资料？哎，林小姐，阿桥啊，刘丁啊，对啊，啊你两个是安怎啦？平常时啊吼，看恁两个拢笑嗨嗨，啊今仔安怎啦？面手哪拢较歹看。是冤家啊？无啦，我哪会讲下面冤家啊？人即马吼拢靠有钱人咧惊打啦，亲像阮即种老差辈吼，人才袂爱靠阮讲话啦。阿桥啊，啊你是咧讲啥？我哪会拢听无啊？但你是咧害啥物头啊？阿妈，我害头袂用食。你哦，你若安尼黑白食错，迄是你的自由啊。但是连我刘丁安害一个头都袂用食，安尼会相超过咧。食醋？阿桥啊，你咧食醋？啊你是食送的醋啦？就恁迄未来的青五，要叫比咧偌贵啊啦！阿桥啊，你即马吼，哪会愈来愈啊讲笑亏啦？人迄偌贵有翁婿呢，哪有可能甲刘丁有交叉啊？像迄款无良心的小查某吼，啥物代志做袂出来，伊就是趁翁伫美国治疗的时阵哦，半暝啊困袂去哦，就走来找阮刘丁谈情说爱，甲伊有问了。拜托你留一点仔口德好无？人偌贵啊卡，你若是要结亲情的，你较好心的，互人留一点仔面子啦。面子，伊爱面子我就免讲。阿瑞啊，我回去甲你讲问清楚啦。前2天我无伫店面吼，外贵吼就偷偷走来甲阮刘丁啊吼，两个高高甜啦。两个人手吼是牵甲偌亲密的呢，若毋是拄好我转来吼，这两个唔正人吼，唔但是亲起来啦，唔知佫会变出啥物出头来啦。你拄讲都毋是款哦，你唔惊你继续就讲了哦，你的亲戚会加长啊。好声啦！我讲的拢实在话啦，袂去打着纸啦。不过我甲你警告啦，你今像安尼继续往来吼，我看唔到地下弄甲烂去啦。啥物少会烂去啊？好啊好啊，吼，我讲袂，敢袂听你。对啦对啦，玉啊，刘丁诶，你讲话慢慢咧，遐尔啊大声后。伟哥，迄阿女也会当甲我证明哦，我拢无讲半句啊，是伊啊，愈讲愈生气啦。我怎会讲啥？你啊，你讲啊，好啊，莫搁讲啊啦。阿玉啊，遐我毋是甲你解释过啊，讲这拢过是误会。一人
安尼兼讲一句啊就好啊啦。对啊，行啦，过来我啊凊彩甲我斗扣扣紧紧的啦，行啦。刘丁甲红玉啊，到底是安怎啊？啊，两个哪玩甲遐厉害啦？人阿某的代志啦。阿妈，来宝啊！来宝诶，啊，当初切头路切了有顺时无？你咧吐大气哦！要若安尼，恁就头路切了无顺时吼。本地是有一间客运公司要采用我，啊，毋过听讲我有案底，惊敢若贵。人若行毋到一步路啊，别人对你看都无同款啊啦。也是讲遐个人哦，嘛无应该咧。你虽然讲捌去安尼坐假过，也毋过你照落改过自新啊，啊，怎么因拢无爱互你机会？哎呀，安尼哦嘛想要无同情心啦。这也无怪啦，是有真侪犯罪的人出来了后，共款伫外口有去散做，人有即款反应嘛是正常。来宝啊，你无同款呐，但你也无去害到别人啊啦，是互人使弄着，一时安尼糊里糊涂，甲咱厝内了一寡钱啊尔。阿妈，别人是袂管讲你是犯啥物罪去互人掠去关，反正讲吼，有案底人找头路总是嘛较困难。来宝啊，你免烦恼啦，啊嘛毋通失志了，头路咱就用慢慢啊找啊。咱兜善往善来讲啊，大三顿哦，还阁无问题啦。听阿嬷讲有听的无？毋通烦恼诶。阿妈，我知影。对个啊，天下太平啊啦。唉，是讲哦，这个阿玉啊吼，食愈老啊，醋桶愈大卡啦。人刘丁吼，对有够死忠的。啊，平常时啊，阿玉啊讲东吼，伊毋敢往西呢。吼，啊，拄则阿玉啊，甲刘丁骂甲有够歹听的，实在是有够超过。我要来甲考劝一下，叫下摆吼，对刘丁毋通安尼啦。对啊，来啦，莫过去啦。是安怎？你无听人咧讲，翁仔某若冤家，胆也愈插是愈食力。安怎讲啊？哈，这道理真简单啊。过去恁老母嘛定定伫咧讲，翁某床头拍床尾和，互因冷静一下啊，代志就煞煞去啊。这足歹讲的哦。嘿，查某人吼对这上敏感的呢。啊，你最近毋是看迄新闻咧报道，讲有一个查某人发现因翁伫外口找查某，结果吼，伊一个气愤，就甲因翁刣死啊呢。哎呦，无遐尼啊严重啦。若讲刘丁安这对翁仔某，世间也找无第二对啊啦。你家看，毋管讲伊安尼冤来冤去，佮安怎冤啊？免几分钟久哦，两个人就安尼恩恩爱爱。小等下你也看，就佮喙笑目笑。有影就对呢。像前啊吼，啊甲我相骂，代去过去哦，一下就袂记了了啦。才讲哦，因两个某无心机啦，袂扣分啦。反正即我面前有人要扣我啦。奇怪，啊，明明走对遮来，咱无看。对啊。祝问的，恁是要食面还是食鸭肉啊？食你的头壳啊食，你这个人现在讲话才无客气啊！无客气你先啦。你毋捌恁爸是倒一角死的哦？啊！你毋知恁祖妈是倒一角仙？较紧找人较要紧啦，咱若碰无去哦，稳会互人爆皮啦。啊，对，咱来。哎呦，
阿玉啊，你今仔是倒来打来才知啊？唔是大灾，是恁祖妈规巴肚的，上去了电话，甲咱死路一条尔啦。等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爱着这。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查某囡仔，迄两人已经走去啊，你用得起来啊？阿伯阿姆，真多谢恁救我，真多谢。你啊，你看，伊哪遐尔亲像阿凤？是啊，哪会遮尔像？当然嘛像啊，我是阿凤的查某囝呢。哪遐尔拄好？阿伯阿姆，恁敢毋熟悉阮妈妈？哎呦，恁妈妈甲我是住共庄仔内，哪有迄个讲无熟悉？呀，你是叫啥物名？我叫做张素珍啊。啊，恁阿母嘞？阮阿母已经过身足侪年啊。拄则入里遐人是啥物人啊？是查某囝的保镖啦。啥？你是对查某囝走出来啊？哦，毋是啊，毋是啦，阿伯，哎呦，这讲起来实在足见笑。啊，毋过哦，你是我的恩人，所以讲哦，我甲恁讲袂要紧啊。自从阮妈妈过身了后，阮爸爸就变甲足失志，逐工哦都干来遐知影啉酒的尔，一寡财产拢欠阮爸爸开了了呢，佮欠了足侪钱的，啊，这次就逼伊还钱啊。爸爸就将我押互台北的查某囝。啊，毋过好佳在我运气袂歹，拄啊，迄两个台北派去的保镖哦，将我押去客人车哦，啊开来这附近的时阵啊，拄啊好因两个去买薰的，我就趁这个好机会哦，紧跳车，我就紧走呢。听才去碰到阿姆伯阿姆恁两个好人。啊无，我即摆一定伫咧查某囝啊！听起来吼，你嘛是真歹命。那你即摆有啥物拍算？还是要转去？无我带你去车头坐车。袂用的啦，阿伯，我袂用的转去啦。我一转去哦，因来佮我抓来呢。对啊，我看吼，先带去报警较妥当啊。吼。无啦，阿姆袂当报警啦。迄歹人知影我去报警哦，一定会伫咧警察局楼口等我，安尼我就走无路啊啦。安尼是要安怎呢？我嘛不知。阿伯，你一定要救我，你一定要救我！小囡仔，哎，紧起来，紧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阿伯阿姆，今仔日哦，我会当在要互恁救着。一定是哦，阮妈妈伫咧天顶保庇我，保庇我来遮吼，较有活路通好行。阿伯阿姆，我拜托你收留我，我拜托阿伯阿姆。你有去找头路无？因无要采用你对无？你比我较有涵养。我出来的时阵，去找头路，是警工厂的职员，也毋过甲你同款，无人要采用我。我足足考了3天3暝，后来想想咧，较怨叹、较悲伤嘛无路用，惠弟，我嘛无啥物前途啊，不如来做粗工，活了较自在啊。你今日若无去做工，收尾的工课拢做完啊。我又搁失业，
若是安尼，你敢有按算讲要去对伊食工课啊？啊，毋过工务所的陈主任，伊讲叫我留落来，假使若有新的工程要开工，会带我去。啊，你敢有答应？唔答应，佫会乱去倒。好佳哉，佫有即间工寮通大，运气若较好，也佫会当看到你。我足希望讲会当替你证明，找一份较好、较适合你的工课。我不要紧啊，多谢你有这份心意。啊，不过你想看卖，佫较好的头路，你甲我敢轮会着？你笑会出来，也够有劲。虽然咱的命运唔好，也毋过比起这本小说内底的可怜人，咱也佫算幸运的。但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爱着，才知影天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推的，我愈想愈不对呢。你是搁有倒唔对啦？我会记得吼，咱为台北吼抱来宝当庄脚的时候，我有听厝边的人咧讲，咱离开庄脚无偌久，阿芳就有心安呢。哎呀，他有心无心，甲咱哪有啥物关系啦？啊哪会无关系？那阿芳吼，迄个时阵有心，啊伊生的囡仔，应该甲来宝吼年纪差不多呢。那你算起来，应该两个是差不多吼。也毋过吼，我看素丁看起来真少年，敢若20岁左右。安尼素丁就毋是阿芳的查某囝啦。哟，你咧讲我安尼想起来，有影就对。推的啊，咱敢会互素丁骗去啊哈？但伊骗咱是要创啥？你若有疑问哦，小等你也问一个清楚就好啊。阿爸、阿母，我倒来。来宝啊，我拄则吼听恁阿嬷讲，你早起去找头路无顺利，啊无偌久搁出去，你是去对啦？无啦，啊，我都四界去行行。来宝啊，你即马要找你喜欢的头路，比较是较困难啦。所以忙代志你爱忍耐，唔通一安尼找无头路，讲啊讲，就要甲人变面咧。我知影啦，阿爸、阿母，啊，你今仔遐早就转来？店里吼出一寡代志啦。啊，是啥物代志啊？啊着阿伯阿母，茶泡好啊。多谢。啊，伊是阮后生啦，合作来宝啊。多谢。来宝啊，伊叫做素丁啦，暂时哦要来咱厝的大一站。哦。对啊，素丁啊，啊你还阁有阿兄还是阿姐无？有啊，我有一个阿姐啊，啊，毋过吼出事无偌久就无去啊。啊，阮阿母吼过10年了，才阁生我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那安就对啊，我看时间无早，我来煮暗顿。世间的代志哦，实在是真歹讲嘞。像素丁安尼这么乖巧的查某囡仔，也感觉袂调啦。吼，哪有这款老爸？阿母，你讲，因老爸将伊卖掉？有啊，来，我泡心仔茶互你啉，来紧，趁烧。是要变天啊！啊，无代无志泡心仔茶互我啉。讲无代无志咧，是因为哦，今仔日伫店面，哦，你甲迄两个小人赶走，哦，我对你的气魄有够钦佩啦，所以哦，泡心仔茶互你啉，甲你哦敬佩一下。啊，我若无赶走迄两个小人，啊，就算无气魄，就无心仔茶通啉着。
这嘛是会当啉啦。啊，对啦，啊你今仔毋是讲你规到倒位，吼啊啉一下心仔茶，会当降火气啊。啊，我若无规巴土火，有哪无这心仔茶通啉着啊？哎呦，你今仔是安那一直咧甲我吐槽啦？啊，都好啦，我老实甲你讲啦，啊，就因为一几工看你安尼半暝的时啊，我他妈照镜咧摘条仔子，所以毋才泡心仔茶互你啉啦。刘丁啊，啊你遮尔关心我，真多谢啦。袂啦。咪啊啦，这几工啊，毋知安怎吼，迄熊条啊一直浮出来啦，我嘛足紧张的。啊？你最紧张啥？你甲想看卖，平常时人拢学了我水惯势啊，啊，即摆熊生到满面全条啊，人拢会感觉怪怪啊。好佳哉吼，你拢无甲我嫌啦，若无吼，我着急死。袂啦，就准讲哦，你安尼生甲规面拢条仔子，我嘛袂甲你嫌啊。搁再讲，人迄水的人哦，无定了加生几粒啊，看起来搁较水哦。